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拉达克的参访活动；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关切喜马偕尔邦频发的季风暴雨灾害；司政边巴次仁将出席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论坛2000会议。外交部长诺增中马表示，联合国的报告证实了藏人的担忧。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巴黎和巴西的新任代表秘书长正式就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经过1个半多月的一系列法会、公开讲座、参访当地各宗教团体，以及出席官方典礼等活动后，于今天8月26号圆满结束了在印度东北部拉达克的各项访问行程。本周二8月2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应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的邀请，为列城近郊的土登林寺新落成的学习中心进行了开光加持，随后出席了拉达克官方举办的欢送午宴。本周四8月2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列城近郊的觉囊萨的佛学中心向当地民众发表讲话时指出，他被拉达克人民表现出的慈悲和奉献精神所感动，并重申了他将长久注视、继续为人类服务的承诺。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为拉达克国际文化和世俗伦理研究中心的建筑物奠基仪式进行加持，随后出席拉达克佛教协会和寺院协会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的午餐及欢送活动。在圆满结束对拉达克的各项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上午乘坐飞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访问。在尊者前往列城机场沿途，受到当地数万名各界民众的欢送。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因雨季的暴风雨天气对该邦多个地区造成严重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和破坏后，于本周一8月22号致函该邦首席部长杰拉姆塔库尔先生表达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首席部长杰拉姆塔库尔先生的慰问函中，向受灾难影响的该邦民众表达慰问及进行了祈祷，并指出他已要求名下的达赖喇嘛信托基金向受灾区的工作进行捐款，以示声援。另外，因总部位于捷克布拉格的论坛2000基金会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8月25号离开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前往捷克共和国首都，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行程。期间将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论坛2000会议，并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本周三8月24号，司政边巴次仁应邀出席了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行政办公室新修建的多功能办公大楼的落成典礼，并为该大楼进行了揭幕。司政边巴次仁和与会嘉宾在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行政长官宫阙米玛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办公大楼。司政在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对当地行政部门和公众的集体努力使该项目圆满完成表示赞赏，并建议达兰萨拉藏人民众有效利用新的多功能办公大楼。该办公大楼的建设项目由第15届噶夏和前任行政长官发起，新落成的建筑约花费为2亿9千万印度卢比，拥有社区集会大厅、餐厅、
商店及办公区等设施。据行政长官龚阙弥码介绍，该项目总成本的85%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资助，其余的由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民众捐助。当天，司政边巴次仁还应邀出席了由西藏青年大会在达兰萨拉举办的为期2天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相关性和意义为主题的会议开幕式。司政在会议上致辞时，敦促藏人民众拓宽观念，互相理解，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创建一个团结与和谐的社区，并回顾了历代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和民族利益做出的贡献，并特别强调了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对流亡藏人慈悲领导，以及维护和发扬西藏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延续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联合国当代形势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小宝方志也在上周二8月16号发布的《当代形势的奴隶制影响到属于种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人士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强迫劳动事件相当于奴役，因此构成危害人类罪。小宝方志也还强调，在西藏广泛的劳动力转移计划主要将农民、牧民和其他农村工人转移到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中。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对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份报告非常及时，证实了藏人行政中央对境内藏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劳役的担忧。特别报告员小宝方志也将在今年9月12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上提交其最新报告。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嘎夏近日对驻台湾、巴西和尼泊尔的办事处的官员任命通知，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新任秘书长明久玉珍女士于8月18号在台北正式担任这一职务。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的新任协调员图登次仁先生于上周日8月21号在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的见证下，接替前任协调员，正式负责联络处的各项工作。此外，嘎夏还于8月19号发布通知，任命朱姑阿汪曲珠为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一职，自今年9月19日起正式上任。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